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我虽然讲唔是什么捕头啊，但是阮后生这也是大捕头呢。哈，恁后生是捕头啊？好了，是嘞，我咧捕我爱卖你啊！不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气死你啊！我前面你啥话话？你什么意思呢？做伤做人无？老虎啦，你敢是小琴？你敢会熟悉？我唔对啊。那安尼真好，我甲小萍姐也去恁店的。做事只不过是为了要安抚阮的身体而已。如今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了，安尼我会当甲谢老板你相陪了。告示谢老板后会无期。英子。依照顶面的指示，我另有重要的任务要处理。你同款照原来的计划进行，到海洋东准备就座。相信你家己一个人就会当办得真好才对。是我家己一个人，足足有意。谢袂谢你哦！即摆安尼是哦，你诚心诚意来拜阮阿珍啊！我唔知要安怎甲你感谢。当然啦，听讲你写假吼，啊中间啊若是有约搞起哦，我一定过恁一定甲你念香行恁的礼啦吼。多谢。我客气，这是。你才考起来啦！什么阮东港啊搞起来，乱来有影呢哈！哦，你写到乌落心肝有影。啥人啦？啥人那边啦？别讲呢哦，你考唔对去啊啦！迄考起来是阮夫人的，啊你若考伊啦？就是安尼，啊是安怎样啦？我着还袂死个咧，摸咧我哭，是安怎样啦？是变你，啥啦？哈？是发生啥物代志哦？袂啦，安那变安那吼，有衙门遐尼济爷啊出去咧找伊啦。假使若是有发生代志吼，是衙门的人会来报告，哪有通着到别姑娘？但是安怎样？你毋着讲我清楚，莫安尼哭，哈？安怎样啦？是变嘿，变你啦爹，阿伯伊哦，哎呀，阮东港哦，去庄卡去收土豆啦，啊，到头就还袂倒转来啊！你即马是你讲啥？讲东港伊是安怎样？哈？阿伯伊嘿，伊去红台死啦！啥物啊？你搁讲一遍，是安怎？阿伯伊伫个要转来破路。用台字是这要你啊，同你来讲的啦。阿妹啦，我要替阮夫人做爱做。阿伯啊，你较冷静的啦。若阮即摆伫因的手中，咱若妄动因事，会害着玉芬啊。安尼，等下怎？我成立啊，伊毋捌看过我，可能较无戒心。
等我若将玉芬解救了后，我才引领出动，然后。了后，等你讲，看我就好啊啦。哪袂讲？你啥？大头，我这你了我啦！我这是了，伊要创啥？我的失手，他是迄环保头环保球啦，你看到这边的。哈？你台是环保球？是啊，你捌环保球呀？熟悉是毋熟悉？但是我甲伊是敌人，并毋是朋友。哦，伊咧？若是伊才是甲环保球有交情的人。哦，你就是甲环保球有交情的人哦。哦，环保球是咱做遐尼歹的人。想袂到会搁会熟悉这么水的姑娘啊！啊，真是使人想袂到。是啊，我。这叫做善有善报啦。小琴若莫带油行甲人下挡哦，今仔日必安那也袂变成甲安尼生啦。也是小琴啊，会安尼生死在你的手头啊。这啦，这就是当时啊，伊杀死恁老爸所在啦。在冥冥中的安排，必安那，你总亲手代替恁老爸报冤仇啊啦。原来报告大人，阮奉环保头的命令，到咱这个龙海口附近的这个海边啊咧，去啊伫咧埋伏。果然呢，抓到这个干事，伊就要接到小琴甲小平因两个上船的干事。哦，你是？伊啊，伊哪会搞安尼？我无论安怎问哦，伊都袂出声。是啦是啦，我看这若无特别交代一下，伊是袂讲实在的啦。但是我咧怀疑哦，伊敢是扶桑的人哦，袂晓听咱的话。扶桑的人？是啊是啊是啊，因为哦，迄个小琴伊原来这名哦叫做英子，那小平呢叫做钱代，这分明就是扶桑的人嘛。要毋过，哎哟，大人啊，阮昨下做捕快，也毋是3冬2冬啊啦。根据研究吼，扶桑人甲咱哦是做共款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因为足侪方面哦，也分辨出来啊。哦，是啦是啦，因咧扶桑人哦，因自细汉哦，都爱穿迄个插架啦，所以因骹下大镜头甲小镜头哦，讲甲开啦，这嘛是因特征之一啦。对，啥大人啊，毋但干安尼尔呢？参像这扶桑人哦，伫咧洗面啊，甲咱拢无共款。咱中原人若咧洗面哦，是用面伫咧洗面巾，拢安尼。面巾嘛无叮当，干那只个头伫咧撸尔。人扶桑人就毋是啊啦，若因咧洗哦，都对啦，扶桑人哦，因较骨力啦，因是吼用面巾咧洗面啦，就是安尼。头拢无动啦，面巾就安尼撸啦，安尼啦。看啥？阮拄仔听讲别台面巾互你，你就是安尼在露面的，你知无？真好，伊三个人头壳，对吧？大家拢嘛安尼讲，我等你才知。也毋过，扶桑人要偷摕这便秘毒，一定有真大阴谋伫。
某呀，又搞无意思啦！这是正人的代志，你敢叫我大家一个去调查小平甲小琴的尸体哦？你叫我去调查黄金甲吧，要创啥？灵魂？你是叫我去调查迄两个查某囡仔金甲房内底看有灵魂无？好啦好啦，我来去啦。有够衰，大家拢叫我，这款无好的代志，拢叫我照有尊的，真好过，你拢无咧叫伊，我就较细汉哦。啥？灵魂？是啊，迄两个死者真甲中啊吼，阁有留一寡灵魂伫咧啊。以咱环保头吼推断吼，这可能甲火烧山吼有真大的牵连伫咧哦。安怎讲呢？我认为哦，环保头吼判断有理啦。死者吼，小琴甲小平啊，昨昏吼有向迄青青鸟仔店的头家娘吼买了差不多有100只的祖母娘嘞。根据朱玉芬甲白玉两位姑娘的证言吼，小平甲小琴吼随后将所有的祖母娘吼带往一处山洞内呢。有一阵的时间吼，唔知咧山洞内咧创啥。后来吼，差不多第尾暗的时阵哦。因两个将所有的祖母娘吼，带往一处的山头吼，全部拢放生咧。这也是吼，朱姑娘甲白姑娘吼，第一亲目睭所看。祖母娘甲灵魂，还阁有火烧山，有啥物牵连呢？小金？唔是啦，大人啦，环保头意思吼是讲啦，假使吼咱将灵魂吼念喺祖母娘的嘴，家己陪伫树林内底咧，着地剁手啊，地剁手，就会发生摩擦情热啦，引燃灵魂，就火烧山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无怪咱这最近吼，定定发生这火烧山的代志。对啊，咱福州吼，种足侪款福山啦，假使拢烧了了。万一吼，咱紧急要做阵的时阵就无材料啊。无唔对，安尼我知，福上人一定咧计划，最近的要来攻打咱。所以吼，请大人哦，速速收书，上报调停，早做准备。对，你讲了有理。对，你这个好人呢？阮师傅徛啥顿啊？伊讲肺癌的伤吼，要医治好，无问题啦。真是的哦。行，咱今日来去开医堂，叫阮师傅，阮师傅医治好。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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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阮师傅开医堂等啊，快来阮师傅开医治，进来，不叫啊，阮师傅讲吼，你若有这伤吼，是咱山病尔啦，伊帮医好的啦。我是什么是咱山病啦？小可病尔啦，真好医啦。真是的哦，哎呦，安尼真好，我叫去等你叫啊，谢天谢地。你哪变安尼啦？即久啦，彼岸的身体已经无问题啊，我也无啥物通挂虑，也无啥物通留恋的。当恁同工阿伯在生的时阵，逐项拢顺我。照讲，我是应该缀伊去，该去做伴。也毋过，我都无迄个勇气。同介少，我嘛爱对有淡薄仔表示感谢咧。搁较表示，嘛免暗日出去食菜啊。无喏，咱做人吼，一定爱做较水气的。我会安尼做吼，来去出街食菜，毋才会表示讲我对伊正是诚心诚意的。我对恁同工阿伯吼，确实是真情实好。我绝对无要搁改嫁啊！我是要来出街食菜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乐。
你很小心，阿爹。起来吼，阿爹甲你讲，本来吼，我自早的中间就爱对恁阿娘去啊，也麻烦你咧，你个时阵马后受伤去咧，阿爹有那不忍心放你一个人孤苦无依无靠，今仔日无救的伤已经好，真托阿爹你，却无爱无救心。哎，戆囡仔咧，我毋是无爱你啊，阿爹有那唔甘甲你离开。但嘛，我当时咧，阿爹甲恁阿娘当天有咒抓，生死生命，万死都要留咧，互人探听。我为着吼，特别表示讲我对恁阿娘真情，我出面头的人探听，无食菜嘛是袂用钱啦。你为着要还出面头的人，证明你对阿娘的真情，啊，你就要出家上。囡仔哩，俗语伫咧讲，人是一句话，神是一支香啦。咱人活咧世间，上界重要爱留一个好名声，互人去批评。后天已经决心啊，你要有恁阿娘酒席，要来去食菜啊啦！阿爹，你莫甲我有啦，你若走，我无求一个是要安怎啦？来，我即摆事事行行拢都爱靠家己，会晓无？爱认真奋斗，才袂叫人看无目地，听有无？我知。那安尼上介好，阿爹要来去啊！吼，阿爹，啊，放！阿咪决心要出家，咱又阁无法度让他阻止，不如就先做阿伊对阿伯这片真情，互伊留踮这个所在。咱后摆嘛是用个常常来看伊啊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容易啊！哪里，全部是各位的功劳。尤其啊，是酒家那西伫皇上的面前，对本官百般的礼言，哪无食？这是你家己为官正直清廉嘛。尤其个三万两厝会当破这大单案件，替朝廷解决危机啊。如今要升你为知府啊，讲实在啦，我阁替你真委屈的哦。哪里，千万唔通来讲，千万唔通来讲。对啦，王大人，你就任了后，是毋是要带武舅啊、甲谢平安，嘛斗阵就任，来当做府城的总捕头啊？这福知府总捕头的职位吼，事我已经请旨得准啊。由我安排两位比谢平安甲范武球两个更加适当的人选来就任啊。是什么人？是阮两个啊。这两名徒弟朱玉芬甲白玉如啊。好。啥？我甲伊如？是啊，论功劳论地位，恁两个吼，拢嘛在谢平安甲范武球人之上啊，所以。唔好啦，我一个查某囡仔做啥物总捕头啦？这分明是你的私心啦，好处甲功劳吼，拢互家己人，安尼唔好啦。我嘛有迄个同感。要紧，因讲的无唔对啦，我确实有私心无唔对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的目的嘛是为着我这两名四嫂囝将来幸福设想啊。我了解，就干那啥哦，想要白姑娘甲朱姑娘哦，做阮补的顶头上司啊。通我借这职位，阮两个补的啊，阮乖乖听二姑娘的话，将来做一个家母大丈夫的，对唔对？对，我就是这意思啊。哟，你若安尼这招就足毒的安尼，下摆阮迄两个铺的吼，日子就歹过啊。人怪啦，我不爱做啥物总捕头，人怪啦。都已经变成是圣旨啊，无爱嘛袂使啦，就安尼决定啦哈。是。那安尼吼，我就会当速速去游山玩水咯。哎，师傅啦，嘿，真是有影 Q 出
姑娘甲白姑娘婚事吼，就刚才已经甲我交代过，我会替恁安排。大人啊，阿君什么时阵哦，才有通你们这杯喜酒啊？还看两位捕头意思啊！大人啊，若关系到这个捕头问题哦，无这件代志我来负责。我吼即时来去找两个捕头，甲伊讲这个参详喜事的代志。吼，大人，啊无我来去。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我吼即时来去找两个捕头，甲伊讲这个参详喜事的代志。吼，大人，啊无我来去。你有看迄小凶手无？你有看到无？啊！王啥？王啥物？王啥物？好开诶！好开诶！哼！这道历经社会所带的阻碍。你总是给人搞下掉！什么？三公斤，目标是咱管的拨款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大人，无论如何，咱一定要破案，袂用去互政府个死甲不明不白啦。无唔对啦，政府规这个事哦，咱一定爱报啦，啊无我就无准啦，誓不为人。两位姑娘的脑筋比较较好，对这件代志，唔知两位有甚物看法？凶手一定是甲较早案件有牵连才对。对，咱迄先调出旧案的关系者，无得卡会当伫内底找出一点仔线索出来啊。这件案件两位捕头就较辛苦者。明仔透早我就要带朱姑娘甲白姑娘去州府就任，互恁几个才留你连江县斗三工新来的官员调查处案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好，讲总村的，即摆咱若出门吼，若无咱先防一下吼，无咱就甲政府会死个足歹看。无正常啊！行，来去街啊，找到可疑的人物无？讲行就行，行。我看哦，咱以后日子艰苦过，啊，大家酒干啊使足够创治人的，啊，无代无志啊安排医儒甲局分做咱的上司，啊是要叫咱安怎？后摆竟然敢带因啦？都是啊，实在令人。我看吼，照主安尼安排吼，代志一定变歹啊！无定啊变甲无救吼，会甲咱渐渐疏远。这就要看咱的表现啊！咱应该对因搁较温柔，搁较体贴，安尼伊的心肝内就袂感觉碍药啊。温柔体贴，还是要安怎表现啊？哎呀，这简单嘛！你看，我试完一摆，互你看卖，行。两位总捕头有啥物指示？是安尼啦，那我甲玉君吼，伊也毋准备咧落灶骹，啊，你就要转来食饭无？食饭，等于就食饭啦。玉君吼，伊会伫恁兜替你穿好暗顿，啊我当日嘛伫咧游行替我准备暗顿。玉芬是真死了，安尼敢是里面受过委屈恁呢？袂啦，啊恁别人真辛苦啊，
搁再讲，我是恁的顶司啊，退休后服务一下嘛是应该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如果若是安尼，阮受到回去，多谢两位总捕头的好意，应暗，阮家己来食切仔面就好。行，玉芬啊，你看啦，叫你学讲吼，爱对因较温柔、较体贴的，你偏偏要甲因摆什么做官的架势。我要哪会知影？即摆的查甫人的自尊心这么尔脆弱啊！哎，我足有春的啊！你是要来掠土啊，还是要来掠人的啊？无你带这风头遐玩哦，够油了。唔是啦，前几工我接到微博啊，讲遮有一阵可疑的人要出现啦，所以讲我今日来这顺顺看看啦。啊！一阵哦。哦，你搁真好啦，敢若咱两个人来就要掠一阵人哦，那不然加带几个人过来啊？哦，拄着甲我讲啦，人讲看啥菩萨，画啥挂啦，行啦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阎罗王叫你3更死，绝对袂放过你甲5更啊！大人，大阵啊，敢毋是在关家啦？怎咱第一针，你人报第一人啊？对，哪会遮紧啦？过来，过来。呀！来你啦！什么代志？小干这个讲啦。哦，好，你是好人。我乃是有县中20出，一开通上，呀！好了，来你，为什么啊？一开通上，阮有每一间客栈的登记簿来无，并无发现有任何外地来的可疑的人进入咱灵江关。是啊。这个关太失界呀！酒干哪塞啊？奇怪，酒干哪塞哪会出手伤害咱？搁出手就处咱了哪？这分明是要爱咱的命。母舅啊，到底伊是用什么暗暝所害啊？我看是甲阮同款是被布袋羊啊所害。啥？布袋羊啊？你哪有可能？布袋羊啊，谁哪会杀人呢？大人，你看，我甲别人脑上的伤痕，就是去互两仙布袋羊啊所伤的。但是，对人布袋羊啊，伤人的凶手是什么人？酒干哪塞？是阮叔。是啦，有舅所讲的是实在话。无可能，阮叔无缘无故，谁哪会伤害你？更加无可能会害家己人啊！玉芬，你给我点去！我知影，因为你是怪阮叔，我将好地府做捕头的职务交予你，所以你来心存款份，借这个机会，再付落因对无？对无？你讲！欺负处理，阮敢是这种人是？对啊。我讲的是实在，敢讲连你嘛会怀疑？也毋过，阮师傅也无可能是这种人啊。玉芬，事实就是事实，我甲别人有半句白菜，甘愿武力决定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也毋过，酒干哪使袂做出这款代志？也毋过，社番两位捕头做人，相信两位姑娘比我较清楚。我看这件代志，也是找酒干哪使来当面来对质，
才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。想要讲表面遐尔老实，内心遐尔浪荡，杀害官车的代志也敢不来咱事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的啦。咱若无照必安甲无求因来做人，袂安尼才对啊。等下，无啊，恁食官府的饭敢干3天2天尔？看到上司遐尔啊无礼貌是？你安怎？看老母免惊礼啊！阮即摆是福州府的总捕头呢。好，啊，行礼就行礼嘛，必安。记过两位总捕头，向两位总捕头请安。两位较早困，较热闹。这件代志也确实真济奇点。照讲周干那西无可能会害咱甲卓有春以及无正常的道理，但是吼，这项代志是咱亲目睭所看，除非有人装作周干那西的模样。一定是安尼无毋对。哪会安尼啦？但下早两个还阁好好的，啊是啊，若随便甲敢若冤仇人呢？是啊，必安甲无救，伊毋知安怎，一直讲阮师傅是杀人的凶手啦，所以我毋知要来请阿姆，你出面替我甲必安讲者。假使伊若是因为不安阮师傅将福州府的捕头职位交予我甲玉芬，但安尼我甲玉芬甘愿辞职，就算讲违抗圣旨，我嘛无怨。安尼要哪会用的啦？这个必安啊，假使伊有这款的想法咯，安尼就是伊毋对啦。哎，安尼好，趁我还袂剃刀之前吼，我先来排解恁这件代志。行。搞到来，气死啥？唔好啦！你唔好气我处理，也唔好伫家在我明仔日才有要剃头去食菜哦。你若无无救这个囡仔，就真是变成无人教示的啦。你别惊，有阿伯互你靠，你咧惊啥？吼！伊敢即要安尼生极度厉害，想到要乌白陷害周干那西，我就乌白甲伊修理。哎呦，三两棍甲拍到伊肉里骨子，我才会欢喜。唔好啦，阿伯，卖啦，唔通，我真是甲拍着伤啦，拜托，唔好啦，唔好啦，唔敢吼。对啦，你阿伯安尼讲吼，无叫你指点讲你哦，对阮无求的感情已经有外深啊啦。另看吼，我还袂去食菜的，以前啊，待先完成恁两个婚姻了后，先互你叫声阿爹，我才来去食菜，我才会甘心啦，吼。教面皮。家己鼻孔插大疮啦，要搁加做枪啦。哎呦，你也无想看卖，人这个朱姑娘是福州府的总捕头呢，你敢人会比拼的哟？你即摆在讲啥？你才讲安尼啥啊？哎呦，人朱姑娘是周干那西亲身去阮兜讲亲事的哦。你，哎呦，当初时啦，就看德姑娘无够重啦，甲人嫌东嫌西啦。啊，即摆呢，讲着伊哦，搁咧笑命命，而且吼厚面皮啦。你讲啥物？我呀，我呀，不理啦，快，你跳起来，你跳，你传来，起来。阿玲啊，你小冤有甲的世仇，无应该搁继续落去啊啦。对啦，阿伯，你两家都看破世情啊，咱就搁安尼结去啦，吼。对。哦，参见大人，参见大人。完了，反正甲谢大叔，你是当时来？来，谢，来你烘茶去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。恭喜大人，高升为福州知府。哪里，多谢番兄甲谢大叔。大人，
啊，你手提迄两新布袋仔是？哦，这吼是拄啊社番两位捕头伫外口买倒转来，这两身甲手干师所提同款的。真是啊，我来者。好来。哎呦！有法度利用布袋羊啊手上这支刀杀人，这个凶手的功夫哦，一定是真厉害。所以我敢确定，这个凶手绝对不是阮师傅。无唔对，社番两位捕头你怀疑讲，一定有人吼冒充这手干仔师。大人啊，要哪样阮无机会咧？哦，甲迄个社捕头呢，伫外口伫咧西点对影系统，要找手干仔师傅对啊？对啊对啊。咱拄则实点对影神通术，已经确定酒干仔师师傅，伊个人即马伫咧杭州游西湖，照路程算起来，今仔日刺杀两个人，无可能是酒干仔师啊。确定是有人冒充的无对，是讲到底是啥物人呢？我想起来。富贵啊，要死以前，毋是讲有看到凶手？伊只敢若讲凶手是，你有看到凶手无？你有看到无？王啥？王啥物？王啥物？王啥物无讲哦？是啦，也袂讲煞，人就转开去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咱会用去问作有村的甲真富贵问一下清楚啊。问。等因人就翘去啊，要按倒伊问去，要问鬼咯。是啊，问鬼无唔对啊。对啊，咱永暗吼落来找圣王爷参详一下。下暗今日幽冥。安尼啊，我跟你讲，趁酒干仔洗无伫的时哦，阿娘紧来选一个好日子，互恁两个啊早一日成亲呐。阿娘哦，听讲早一日抱孙呐。抱孙哦，阿爹，你毋是要出家食菜，你哪有法度伫咧厝抱孙啊？讲你戆哦，你真是有够戆啦！人阿爹都要踮厝抱孙，就敢唔好呢？你搁提醒阿爹出家去食菜啊？哈！哟，朱姑娘，你这么对我啥？哟，阿爹哦，哎呦！但是啊，你自真早中间就孝顺，你要结婚无机会啊！哎呦，真好，哎呦，决定落3天了，互恁两个结婚。3天，遮紧哦？愈紧愈好。安尼好，3天，这3天内面哦，做一个决定起来，互恁两个哦较早成婚的。安尼我绝对要开800只地图。800多？阿娘，你是想要靠这摊偌好价是？哎呦，你这戆囡仔，你都黑白讲啥哩啊？我会安尼做哦，是完全为着恁社家的面子呢。你想看觅，咱今仔日若要办这个婚事啊，绝对要比隔壁的番家哦，还佫较闹热滚100倍啦。安尼我毋才对得起着恁社家的祖公啊，甲恁老爸在天之灵啊。等搁有卡老店嘛，免一声请到800地道，若毋是要宴请三军公，迄规个连江关一声嘛，咱食倒去。无你是你捌一个声啦，你啊。是啦，阿母，老爸无一定就爱办甲足请赢呀，出面隔壁请几大就用哩啊。尤其是真富贵，甲足有村的，因当发生不幸，相信彼岸伊嘛无希望讲办甲伤过头闹热啦。对，我嘛是这个意思。上介好哦，隆重免请人客，咱只要请大人无救结婚甲隔壁的范阿伯吼，过来做阵食一个。啥个啊？叫我请隔壁迄个番仔西哦，哼，迄才袂当啦。我若安尼做，我明仔就去互恁老爸甲我逮死啦，无这个代志啦。
无好啦，无吼车客的代志哦，咱暂时莫讲。我是讲阴暗吼，要甲武桥啊做伙来迄游眠界吼，找富贵啊，较有村啊，无一定吼会去撞到阮阿爹。毋知安尼啊，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我交代，要甲阿爹讲的无？你若去哦，看到恁阿爹，你就甲讲，叫伊就爱食好饱穿好烧。你讲吼，厝内的代志叫伊免烦恼啦，我拢甲安排甲足好势。安尼哦，免偌久我哪会去甲看？安尼啊。游民界吼，到底是生了什么毛病？你敢袂用带我甲医院去见识一下？袂用你啦！城隍爷再三交代呢，只准我甲必安两个人吼，会用你出入游民啦。其他汉奸的人一概不准。免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唔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手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看人忧。